所有的消息惊慌忙不报告为主，所以这个过程全部是准确，当时该开始的警方的这个状况。但是能第一时间有那时候说什么让他生完这个消息是不是让他们清楚？我从来没有说过沈参谋总长是生法。我们所有的消息的来源非常清楚，就是在场的警方提供我们什么消息，我们大家都跟媒体来做报告，因为两边都是由警方进驻。口头上有过这个消息，那是不是说这个当时收到消息蛮杂乱的，也造成说这个地方跟军方的这个讯息是不同步的？那是想问说，对，昨天罗金英雄的信子，我十分的哀痛，不可不舍，更感念他们对中华民国的付出。在昨天第一个时间听到，立即指派消防局成立特搜大队赶赴现场，在乌来，消防分队成立指挥应变的中心，因为那时候地点不是很明确，所以军方在两个地方设立了指挥站，一个在宜兰，一个在新北市。那因为辖区的状况不明，所以两边要同时出动。我们新北市从乌来山区取起，宜兰从熊山那边取，所以两边快速的出动了121个特搜大队的消防人员来抢救。那同时军方也派了2组的人在我们这边，在宜兰设立指挥所来做一个协调。那一切的消息，我们都是以军方的消息为主。那新北市全力配合救灾，那所有的消息军方防部报告为主，所以这个过程全部是准确，当时该开始的军方的这个状况。但是能第一时间有那时候说什么让他生完这个消息是不是让他们清楚？我从来没有说过沈参谋总长是生法。我们所有的消息的来源非常清楚，就是在场的警方提供我们什么消息，我们大家都跟媒体来做报告，因为两边都是由军方进驻。那我们消防局出动人力跟物力，全力配合军方来抢救。我们只是转述军方的暂时的消息，但是一切要有关我们的军方保护最重要。